你是咧活你两个活人吼，啊无代无志去人收这个银纸，无你这套生意吼是去某某做的吼。死囡仔咧，学白讲啥的？啥物我去蒙阿波咧做生意？要是我恁母啊，今仔日生意一个好吼，一群做7、8、5、9摊，啊当唔知倒一个摕互我嘛煞想袂出。我就知哦，我就知讲今日一定有代志发生的啦。无怪吼，我才会去互迄个红哥因阿爹甲我拍到规矩全伤哦。这我收起吼，一定是哦安尼你带来洗阮啦。哎呦！哎呦，死囡仔，逐项拢怪我。阿娘，哪有好多？你是个戆小弟啊？啊？咱自透早就出门到即摆才拄到阿娘了，迄是你家己去外面做小狗，你阁想要怪阿娘？较讲嘛，阮方面啊较友好。啊，若讲甲你这无路用啦，一日食饱吼，干那踮咧外口做小狗，干那规日干那无笑。有影啦，我不好啦，我拢误解你啦。恁大汉后生较友好啦，后摆你若食老吼，才来互恁这大汉后生甲你奉态就好啦。我袂瘾甲恁讲啊，哎，我规身躯贴了了，免入来休困啊。哎呦！哎呦，你甲看卖，你甲看卖，哈，安尼规工都是干那会晓甲我应嘴应舌啦，啊妈伊唔听讲，伊就掠我金上啦。唉，好佳哉，你较捌代志，较友好。阿娘，你莫生气啦，这啦。阿娘，小弟吼，伊就较囡仔性啦，过一段时间吼，伊就知影要较友好哩。袂晓想，啊，大爷想要娶某啊，搁咧袂晓想。阿娘，你就莫生气啦。阿娘，我听讲吼，收到人的银纸吼，算是歹结掉咧。明仔载吼，你一定要查清楚，到底啥人摕这银纸互伊，银纸还钱甲收倒转来。哎呦，啊，这也都讲你教，恁母啊，毋是做媒人出名尔呢。我搁另外一个外号，叫做钱嫂啊呢，我一定会甲伊查互清楚啦。好啦，阿娘，有通放伊煞。哎，天色暗啊吼，你好先休困啦。哎，欢迎，谢谢，多谢少公主。红哥啊，也唔赶紧见过少公主。少公主你好。果然面目清秀，确实是有影可爱小姑娘。阿娘，红哥姑娘。假使讲你若无去验我这个所在，我真欢迎讲你时常来我这佚佗，那安尼我会真欢喜哦。歹势，查某囡仔吼较惊见笑。对，今仔日是恁阿姨安排，以后我会时常安排互恁两个见面。歹势。阿爹，你拄则毋是讲过？讲迄苏公主是咱的亲戚，我想做你讲这话，那怪我哪好听无？你点去！我叫你安怎做，你就安怎做，知影无？对。水我白，红姑姑娘敢若无啥欢喜我招待伊的款。无啦，毋是，因为阮查某囝吼，平常时较毋捌运动，今仔日行路行较济，你花忝啦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安尼无问题。无关系。哦，来咯，哎，少爷，你叫后生代志哦？我叫办的代志办好未？哦，早都办好势啊，你咧？哦，那呢，你请红姑姑娘入来啉休困。哦，是。红姑姑娘，请，位在。行啊，入去休困。免去。对啦，苏公主啊，阮查某囝的背字我都已经交互你啊。你是毋是有摕去互小明先算看，甲你会合无？这当然是有咯。有影，关系到你查某囝红姑姑娘的背字，甲我的背字是毋是会合？这小明先生有甲我讲过，伊讲上好咧会当应验。我带红姑姑娘亲身来去看卖啊咧，安尼比较较准。你水我白，你敢有啥物意见？无咯，我哪有啥物意见？一切拢听你的。冬天那个去了马，就有那春天来。啊，春天那个去了夏天啊，我歌词袂起啊，算。扫兴。嘿，阮爷爷咧，最奇怪的囡仔，讲我做要带人去看媒婆。
啊，要找如意郎君，哪会到即马毋去找人去啊？要气死！小姐，你莫生气啦，我知影，咱老爷吼中昼一定啉烧酒醉，还佫伫咧困大头觉。伊啊，我爱啉 XO 加米露的呢。还佫咧困哦？嘿啊，甲伊吵起来。好，爷爷老爷有嘿，老爷，了。你唔还是咧吵啥货啊？哎，透中昼我困一个中昼，安尼直直吵，害我叫时讲特别震惊啊！哦，爷爷，即马毋是中昼咧，即马暗时啊，了你中昼困到暗时啊，你知无？我对中昼困到暗时哦。嘿喏。我多啦，因为咱日厝内面也无看到日头落山，我唔知影。袂啦，爷爷，爷爷，你讲今仔要带人去看梅埔找如意郎君啊，啊你啥到即马搁咧困？好啦，即个若互你诱破，我无啥通穿啊啦。都甲你讲到睡大头觉，睡了超过去，我唔知影怎去袂记哩，歹势啦。爷爷，你看我今仔日气色安怎？今仔日气色袂歹啊，真水啊。是啊，阮天生丽质，我难自弃。老爷，啊你上界偏心啦！我你敢着急要甲小姐找对象，啊人阮嘛袂。好，你这真正有影是大鼎袂正棍，你细鼎称正棍。等恁小姐若嫁出去了，我自然会为你拍算，知无？都是嘛，你是咧着急啥物嘛？我若嫁出去了后，阮爷爷就会好好甲你找一个对象，甲你嫁出去啦。要是讲话都讲倒转来吼，爷爷，我嘛感觉足奇怪呢。为什么你最近哪会定定讲要甲我嫁出去？你哪着急哈？哎哟，你若唔知影，你袂记你讲恁老爸阮后生是孤囝呢？啊，恁老爸足无正气的，怎甲你生你这个查某囝尔？你若无赶紧招一个翁吼，我足惊恁爷爷这代怎断正气。搁再讲，你嘛是定定伫甲偷讲啊，讲你想袂嫁翁，袂嫁翁。袂啦，爷爷，人袂啦。你若知影人的秘密就好，就跟人讲出来，安尼人会不好意思了。好啊啦，结果什么表情袂输，甲咱这期的爱心彩券会开300的。大胆！哪有这落声啊？大胆的妖怪，竟然也想要嫁人，今绝对无要放你煞！钟馗啊！